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咱讲正会无前，这巴勒斯坦的伊斯兰组织哈马斯16头一届公开真迹影片，这影片当中的女性是21岁，伊有法国和以色列公民的身份。哈马斯表示讲，因手头呢是有200个到250个这个人质，而且有人质伫咧以色列的这个空袭当中来过往。也若讲到以色列这部分呢，是有450名科技人才，因利用专业技术伫咧找找失踪的民众。哈马斯民兵16头一摆公开一段影片，影片中的女性讲家己是21岁谢母，伫一场派对上互掠做人质，希望赶紧回到家人的身边。谢母的脚手骨受伤，拔着好带，当接受治疗。影片公布了后，伊的家属证实，这名女性确实是有法国甲以色列双重国籍的谢母。哈马斯测试对以色列发动偷袭，掠民众到加沙走廊做人质。以色列政府指出，大约有199人被掠到加沙。哈马斯是讲，至少200至250人。ولكننا نؤكد بأن العدوان الصهيوني الغاشم على المباني والبيوت وقصف البنايات دون سابق إنذار أدى إلى فقدان 22 أسيراً منهم لحياتهم حتى الآن。过去9天来，以色列有450名职工，多数是科技业的专业人士，因放落手头的工作，利用 AI 面部甲语音辨识系统，协助民众找找失踪的情人。There was a live video of how they enter into different rooms and slaughtered children and horror pictures. And what they do now is they go one by one and they remove those videos because they understand that we basically monitor that and we analyze those videos. 目前卫星相片显示，以色列伫加沙北部的边境部署400多台装甲车甲其他车辆，显示可能真紧就会展开地面行动。对此，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警告，一旦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地面攻击，有计几点钟之内，支持加沙的相关反恐组织，就会对以色列发动先制攻击，冲突恐惊会阁进一步升级。以色列也继续针对黎巴嫩境内亲伊朗的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佮宣布疏散伊国北部28个地点的居民。公视新闻新闻部编译。